大家好啊，冇錯啦，又係我月巴。大家見到嘅畫面係咪同平時唔同咗呢？冇錯啦，今日唔係同大家分享 Pokemon Master Start，而係近期新出好 hit 嘅 Pokemon 卡夢想超級進化 EX M2A。咁大家見到呢盒卡嘅封面有啟暴龍嘅 Mega 進化，就知道主打係佢啦。啟暴龍今次有 MUR 同 SAR 嘅異畫，係大家好想收藏嘅作品之一。另外仲有人氣爆晒燈嘅 SAR 更貴，都好值得收藏噶。咁我今次呢盒卡呢，就係喺某連鎖店度買嘅，咁價錢大概400至460蚊啦。咁如果貴過呢個價錢嘅，就大家自己衡量下適唔適合啦。咁可能有寶友對於 Pokemon 卡唔係咁熟嘅，咁我有少少溫馨提示啦。除咗日版之外，咁其他版本嘅 Pokemon 卡盒原裝會有一個精靈球款嘅卡帽。咁如果見到唔係日版，而亦都冇咗呢個卡帽嘅呢，就要小心啲啦。好，咁我都開好咗盒卡啦。咁大家睇下先。咁正版嘅卡包呢，會上下兩邊封條都係平口嘅，咁就唔會出現鋸齒狀噶啦。如果你見到有啲地方賣緊鋸齒狀嘅，掉頭直接就得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第一包會唔會有 First Pet Magic。咁開卡包呢，我就建議用鉸剪剪，或者好似我咁樣從後邊咁樣撕開，千祈唔好喺佢上邊嗰個坑位度搣落嚟，咁樣會好容易傷到啲卡，俾你開到啲靚卡、值錢卡，都俾你搞到傷晒就唔靚噶啦。嚟啦，咁睇下開到啲咩嘢卡先。開到第一張 AR 卡，咁就係旋轉駱駝帽，咁就係駱駝帽嘅變化狀態，一個風扇形態嚟嘅。好啦，第一包開完，準備第二包。開到屬性閃卡，超能力屬性奇魯里安一隻。準備開第三包，開到第三彈 Master Start，大家最想要嘅電貓啦！第三包開到惡屬性閃烏鴉頭頭。唔好俾佢停，繼續開第四包。咦？好似見到有啲嘢喎。第二張 AR 含收包，見到好似好多女仔都好想要呢一張。
依家開到第5包，保底嘅剩返1張 AR、1張 MA 同埋1張 SR。球閃都出嚟啦，係愛心球嘅刺尾蟲，都幾適合佢啊！跟住下一張係最唔想抽到嘅 SR 卡 ，N 嘅 PP 提升劑，正可以用返落 N 嘅寶可夢身上。第6包，咁就而家剩返2張保底，1張 AR、1張 MA 卡。好，屬性閃又嚟啦，係光屬性閃，甩咗色嘅瑪基亞娜。好，準備開第7包。開到第4彈，大家都好想要嘅迷你 Q 啊！到時我會帶埋上去，吸引力法則吸多啲迷你 Q 返嚟。第7包出到嘅閃係 R 閃嘅團豬豬。第8包，last 3 pack 會唔會有嗰一 pack 啊啦？OK，我呢啲非洲人諗嗰 pack 真係異想天開。第3張嘅 AR 卡都出埋嚟啦，係 N 嘅捷克萊姆。呢張卡真係畫得好靚。咦 ，MA 保底卡都嚟埋啦喎，會係咩嚟嘅呢？ Mega 蒂安希又係一張好靚嘅卡。Pokemon Go 我都好鍾意佢。喺 Pokemon Go 入邊 ，Mega 蒂安希暫時係岩屬性最高輸出。嗰陣時我仲用金冠嚟升到佢啲 IV 最高。依家 Pokemon Go 仲有一個活動，就係可以買埋2色嘅蒂安希。保底嘅呢就基本開晒啦。咁就睇下會唔會中到爆配，開到 SAR 或者 MUR 啦。第9包出到球閃，不過呢個係咩嘢球嚟㗎？有冇人可以話到俾我聽？最後一包啦，會唔會俾我中返隻啟暴龍呢？偷偷睇下啲邊先，情況唔係幾樂觀咁噃。最後一包出到友友球閃米納龍，一件三文魚壽司。
10包 M2 就開晒啦，驟眼睇返呢啲工具卡、人物卡都好似冇乜點重複，連精靈都好似冇乜點重複，我印象中。同埋今次佢好多 AR 卡、MA 卡同埋 SAR 卡嘅畫風都好靚，如果鍾意嘅可以自己直接收一張，或者好似我咁樣買返一盒嚟開，過下手癮都好啊。咁最後同大家睇下我今日開到啲咩先，有惡閃嘅烏鴉頭頭，超能力閃嘅奇魯尼安，球閃嘅刺尾蟲，屬性閃嘅馬基亞納，貓奴閃嘅團豬豬，一張唔知咩嘢球閃嘅貓頭夜鷹，仲有一張又有球閃嘅米納龍。咁梗係要睇埋其他稀有卡啦，有 MA 嘅 Mega 蒂安希，AR 嘅 N 嘅捷克萊姆，SR 嘅 N 嘅 PP，AR 含收包，AR 旋轉落托姆，係啦，同埋我頭先講嘅 N 嘅提升 PP 掣。咁真係最鍾意嘅都係呢一張。MA 嘅 Mega 蒂安希，最後我都祝你哋開到自己鍾意嘅卡啦！